来点上新的消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昨暗在新北市办头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主办单位化工现场超过35万人。敢讲代表韩国瑜即马行情又搁变较好，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下早参加活动的时，有上新的回应，咱做伙来关心。市长怎么看韩国瑜昨天造势哦？他说他的台湾价值是自由民主。这个自由民主，民主自由本来就是台湾价值的核心啊，这没问题啊，这样。对，没问题。怎么看吗？有过关吗？不是啊，问题是但是这样的，它是核心价值的，但是有没有？有时候还要再完整说明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他昨天教韩粉说，面对抹黑就是回呛他奶奶的，你觉得这是一种庶民语言吗？是这样的，台上台下。有时候还是原则上还是尽量区分一下的。那你怎么看马前总统被韩粉赶下台？那一幕哦，坦白讲，我倒是有点目瞪口呆，你知道怎么会？怎么说？很不可思议吗？这个就有一点。当然，我们会讲说啊，是不是那个场控不好？就是那个我们叫 schedule， 你知道吗？这个。一个流程，我们叫不管叫 run down， 叫 schedule， 叫行程流程表。坦白讲哦，当然比较善意的解释是流程表先设计不好了哦，或者说他那个准时的问题有问题。坦白讲，那个要去做检讨的。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这一边，我一定会要求大家写检讨报告。你看到这一幕，会不会觉得这前元首好像被这种？前元首好像被有点羞辱那种感觉。马英九也是脾气好啊，对不对？他还说反送中是香港在流血，蔡英文在补血。也不必讲到那么那个啦。其实这样的哦，对两岸或对香港问题哦，保持政策一致性，这样就好了。我也没有像我只会讲说啊，大家都是尽量保持一致，前后一致的。因为老实讲哦。两岸议题有时候还蛮危险的，这个所以有时候这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我态度是这样的，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对于两岸问题、对香港问题，我都会选择照稿念，因为像我们这个有时候乱讲话的人所以可以乱讲话，地方规都可以乱讲话，这种牵涉到国家的这个还是原则上还是一致，这样就好了。市长夫人好像是在脸书上替你抱不平，他说现在好像要顺服，就是只要把你抹黑就可以。那个夫人嘛，没有啦，我觉得陈佩琪有时候这个叫关心嘛，这个好太太。可是他的发文好像网友都是不领情，觉得说他这样子好像在消费雅思谷歌证。没有啦，那其实我们家比较严重的是我那个大儿子，还不是我。不过他的妈妈，不管是作为太太或做妈妈，她有她的，人家说关心嘛，关心，我只能说关心的。市长郭董大巨蛋是不是已经跟远雄谈妥，说朝年底复工？大巨蛋还是一样嘛，我态度这样还是公开透明嘛我个人的主张还是说，一开始人数不要太多了，因为老实讲不要贪心说我要14万，这个我还是主张6万先上线，跑一阵子 OK 没问题的，要讨论再讨论。那你不要，如果他一定要9万人，要14万人，哇，这个老实讲，那个连6万人我都毛毛的，那个你想想看，那个光复南路跟忠孝东路那个交通流量，所以我就这样的。大巨蛋我的主张是一开始人数不要太多了，可以上线先上线，跑一阵子 OK。将来要怎么做再做，而且老实讲，一个建筑物，好歹那个生命周期是50年以上，不要再一时一地的。我的个人主张是这样。那我事实上我也表达我的意见给远雄，就是说稳扎稳打不要一开始不要贪心的，就是还是能够6万人上线，最没有争议，先跑再讲。市长，那个郭董传出他在秋节前后来宣布，为了让你有时间李当会跟你打声招呼，他有跟你们说大概什么时候？我还没收到月饼呢，所以没有跟你有任何的联系。没有啦，我是这样的，他有决定他会跟我讲，问题是我还没看到，我还没听到他的决定。那宣布的当下你会出席吗？还是有什么形式来？再讲嘛，看他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剩下也没有几天了剩下今天几号？
9号，哇，剩下8天了，这台湾历史上最关键的8天啊。这样你怎么看？现在创党之后，你的脸书粉丝掉了15万，你觉得是创党的问题，还是说你进来的频频失言也有关系？老实讲这也是我们在反省。后来我查过，你知道吗？我好像去年11月24号当选以后1个月内，好像20天内，好像脸书按赞增加15万。这里台湾，我觉得是这样的比较理想是韧性社会，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我觉得意思就是说，你的脸书可以在15天、20天增加15万，可以在1个月掉12万，说话14万。哇，这整个那个这种极端气候类似极端气候的极端政治就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该有现象。坦白讲这是一个台湾社会现象。那你说，只是说在柯文哲身上在展示出来，但是这种剧烈变动的社会现象的背后，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一下。我问我的话的台湾还是要成为一个比较稳固的这种国家，你知道吗？还有很多这种社会现象，还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怎么去改变它。这个大家讲不简单。我在讲，你的粉丝数可以暴涨，再暴跌，哇，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突然胖突然瘦，这对健康也不是很好。好 ，OK。上最近3个人是好，拄则咱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伊即阵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伊嘛走漏风声，讲伊准备好势要用独立参选人的资格来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伫咧昨新北造势活动，嘛正式甲郭台铭讲已经准备好势，好亲像双方已经准备要大战白对手。今日郭台铭的发言人蔡心如嘛有上新的讲法。没有对于这场造势，因为朱市长跟侯市长也都没有参加，那马前总统有受邀参加。那我们对于这个马前总统在台上致辞发生的这种情况其实马前总统在国民党内也蛮受到敬重的。那不管是怎么样，既然是受邀参加，来者是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这种情形，我们觉得很心疼、很惋惜，也很遗憾。前台北县长周锡伟有谈到说，如果有人可能要脱党参选的话，那就清党这样的一个言论。对于周锡伟先生他的说法，我们都不多做评论了。那一样也是2个字，就祝福。想问一下如果马前总统去你们那边造势的话，你们让他致辞会让他讲好讲满？我看这做人的基本情义跟道理应该是要这样子，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需要马前总统来帮我们造势的阶段。最新民调显示，就是郭董大概赢韩市长1%，但是有27%的支持是来自蔡英文那边的，等于说支持蔡英文的绿营民众。那这你怎么看？会不会觉得好像是有灌票的感觉？其实我们很谢谢这些朋友的相挺跟支持。那基本上呢，郭台铭先生他一直强调的就是台湾的中道主流力量。我们应该不分蓝绿，不要受到蓝绿的束缚，能够走出一个主流的民意。那所以可能会反映在一些民调数字上，但民调的数字我们就是多做参考，并没有太多的意见或表示。会不会担心绿营是希望我们蓝营分裂，所以故意要灌到某个候选人？我们不太清楚这民调是怎么操作的。因为有60%的蓝营支持者好像不希望就是郭董上独立参选。 60%的蓝营支持者，应该是说这些声音我们都听到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声音都会纳入评估，也会纳入考量。我们希望听听各界的声音，也希望说这些声音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最近网络上有疯传，就是郭董当初到国民党接受荣誉党证那段影片，就是郭董有说过，如果参加初选可以全力支持胜出等等。 这段影片被疯传，如果未来要宣布参选的话，要怎么解释正当性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民意的支持。那这个正当性的部分，之前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也希望说人民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政党利益跟国家利益来比较，到底孰轻孰重，这个东西必须要在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下。那的确，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所以我就说，其实各界的声音我们都在评估，都在思考，都有听进去。那怎么看说，就是韩国瑜市长昨天在造势的场合说他奶奶的这4个字那有人解读是庶民语言，这部分您怎么看？其实个人的行为，我们真的不多做评论，或者是个人的风格吧。那董事长会这样讲话吗？不会。那他基本上都是怎么样讲？如果造势场合，他会讲这些？我们还没有面临到这样的造势场合，但基本上呢，这些比较情绪性的用语，在郭台铭先生的身上比较不容易出现。会不会觉得这些用语其实有失了总统参选人的一个高度？就看大家怎么评论啦。那未来如果说有造势场合可能出现的话，我们有信心也可以达到，例如像35万人这样人潮吗？这个数字的比较，这种拼场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用太多做去比较，因为毕竟就是数字上的变化。但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一颗认同的心才是重点。现在说9月12号可能会参选，因为中秋连假可能不太方便操作，所以会提前到9月12。谢谢大家帮我们想那么多。其实现在每个日期大概都已经猜得差不多了。那今天是9月9号，距离9月17号只剩8天时间，其实每一天都可以猜。那如果真的要猜的话，真的如果猜对的话呢，我们会送一盒有字条的月饼。那字条写什么？字条写什么？就符合大家的期待啊！看要写什么，我们先大家讨论一下。但是真的日期都还没有决定啦，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对。那何时送柯市长月饼？这个我们也再评估一下，因为毕竟中秋送礼也是这个人情世故之一嘛。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找时间跟柯市长这边送一盒月饼，大家聊聊天。那这部分我们的确会再安排。日子还没决定，是已经决定要起义，只差日子。起义。决定要出来选了，只差日子的决定而已。没有，因为我要强调的是说，我之前也说过，要讲 Yes I do 是代表承担跟责任。那要讲这句话说出口很简单，但是能不能做到后面的事情很难。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真的要做谨慎的评估、务实的考量。所以时间的方面，真的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柯市长昨天受访的时候有说，就是只差就是送拿到月饼，然后看里面的字条写什么。那这个字条有想好了吗？柯市长很希望收到我们的月饼，是不是？如果很希望的话，我们真的会送一盒月饼给他。那纸条的内容会写什么？我觉得纸条内容我们再来想想看啦，看怎么样会比较有创意一点。那如果真的柯市长有需要，我们真的也会送一盒给他。那符合柯市长的期待，我们里面就夹一些纸条好了。对。那另外还有关于人事的部分有关于个汪用和的人事任用，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对，因为昨天传出这个讯息出来，我们其实也很讶异哦。其实汪用和女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在这个媒体领域非常资深的一位女士。那她的专业真的是不容置疑的。但事实上呢，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讶异。虽然说我们发言人团队有在扩编的计划，但是对于汪用和女士要加入我们发言人阵容，或者是这个富士康相关的规划，我们是完全一无所悉。昨天郭董事长的脸书上有提到说，拼场不如拼全世界，这是不是要向韩国瑜市长来传话？我们也不是针对韩市长啦，相信大家也是误会了。因为其实台湾要关心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中华小将拿到了这个世界级的荣耀，那的确是让台湾重返这个舞台上的荣耀，很令人开心哦。这国家级的大事，那当然在地方上也会有一些大事，所以我们不会去针对说在新北赵市的高雄市市长，像高雄市呢，现在发生了第一型的登革热，以我是高雄女儿的角度来看，这个情况是蛮危急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那另一方面呢，帮我们讲一下说，因为现在民进党跟这个国民党都频频的动员，郭董是热见这种造势场合一直不断的开始。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希望说，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很多值得关心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说，像昨天脸书上的发文，真的要为这些中华小将掌声鼓励。还有没有？谢谢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谢谢。我们日子还没定啦，对，然后但是那个还有默契，然后就把它送给那什么时候会送？亲自到北市，还是寄？对，方式
个部分再考虑一下，但是柯市长还没有跟我们说他想要收到月饼啊，他是跟你们讲的啊，跟记者讲的对不对？他昨天但是他没有跟我们说，没有跟我们说，访美的时间没有。没有，访美的时间都还没有，因为就像我前几天讲的，其实大家沟通很顺畅。那这个时间点让我们再定一定，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对于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间点都很热衷。那如果说我们都安排好了，都会跟各界来报告。那我们9月17号会在中选会看到郭董吗？时间点真的还没定啦，对，然后再多给他一些时间决定一下，因为9号嘛，今天9号，还有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对，让我们再想想看，好不好？谢谢啊，谢谢。另外，这方面上新的消息要带大家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暗伫新北市309堡办一个大型的造势活动，党内头人来到现场替伊徛台赞声。前总统马英九讲话时，韩国瑜拄啊好到现场，结果台下一寡民众开始发声，叫马前总统赶紧讲的准拄煞。上尾马前总统直接互主持人甲伊冻点演讲提早煞场，这个场面看起来淡薄仔歹看。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天晚上在新北的3重举办大型造势，包括党主席吴敦义还有前总统马英九都特地到场来替他站台。不过就在马前总统在台上致辞的时候呢，韩国瑜是刚好在这个时候到场，让底下的韩粉是不断鼓噪要马前总统赶快讲完，赶快下来，场面是十分尴尬。各位，在我上任之前，请大家，现场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要展现的是团结的气氛，再一次为韩国瑜来加油打气，来，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韩国瑜，感谢，谢谢马总统，谢谢，我们是不是热情的感谢马英九总统这么辛苦的带领我们曾经国民党有非常辉煌的时刻。也为国民党再次加油，来，国民党加油！好了，可以看到当时马前总统演讲到一半哦，但是韩国瑜就在当时是刚好抵达现场，让台下的韩粉呢情绪是瞬间高涨，是不断的鼓噪说要赶快来欢迎韩国瑜，因此希望马前总统赶快讲完。但是马前总统当时是有点傻眼哦，因为他准备的演讲稿都还没有讲完，却突然被韩粉的鼓噪声给打断，让他也是当场愣在现场。之后呢，更是直接被主持人给打断，给请了下来哦。但是马前总统还是展现了风度，在谈说韩国瑜加油，还在台上举起手来为他助选。但是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呢，也让外界十分担心，有可能会影响到国民党后续的团结。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主播。多谢新杰，继续特别来关心，这是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的发言人徐卡心，伊嘛出面回应，伊讲韩国瑜的民众安尼做，对前总统马英九来讲足失礼，咱做伙来听详细的讲法。讲太无聊这件事情，我觉得见仁见智，因为大家现在都说韩市长候选人他最缺乏的是可能对论述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这些中间选民跟所谓的知识选民，所以我认为马前总统他帮忙讲的这些经济跟数据，刚好可以补足韩团队现在最需要的。所以马前总统他也是好意，而且他的一字一句都是在帮着韩总统候选人去说话。那至于说他是不是讲太长呢？其实他讲的就是原定的时间，原本在沟通跟联系的时候，就是再三确认我们是站台，那也就是韩总统候选人跟马前总统会一起在台上，这样子的话也可以避免台下的粉丝可能会有鼓噪的状况，可以大家更专心的来听站台的内容。我想任何一个人受到这样子的对待，第一时间应该都不会到非常开心，也是蛮奇怪的事情，应该都会觉得有一点讶异，然后有一点觉得非常的震惊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社会事继续要来关心，这是苗栗岛南这间沙场场，有派人家前来恐吓，讲要提500万，开2000业者嘛无咧惊，先抓咸姜仔水，搁再使卡拖机卡对方的车，上新的监视器画面嘛已经公开，嘛会当看到讲颠倒是嫌疑犯行甲破胆，赶紧人讲。监视器翕到白色的旅行车准备要离开沙石场，想要到后一秒边仔的怪手卡到位这台车的顶的，甲喊落，车顶虽破一空，坐伫副驾驶座的查甫人赶紧为车窗跳出来，想要到怪手看起来佫无要放因衰款。
没有戏。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苗栗道兰镇这个沙石场进前传庆声出来，一个姓叶的查甫人可能为着要甲业者威胁讨500万，就找朋友来沙石场开庆，想袂到业者比因更较歹，先用番茄酒甲因破，尾啊佫使怪手含对方的车。涂骹要捡，可能伊可能有拿一支钱啊，伊开的迄支捡起来。可能因为伤过紧张，要走的时阵穿佫无细里落落涂骹，尾啊佫互业者的怪手合。本来歹凊穿的姓叶的查甫人甲伊的朋友，买手骹底抹油赶紧选。警方接到报案，随派人调查。开庆的嫌犯发现家己走袂去啊，就走去自首，穿嘛乖乖啊交出来。目前专案交予警方继续侦办。若要甲案件查清楚，嘛要甲穿的来源查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换者心情来看到20年前有素食店的业者捌杀活动，买套餐加69块银，就当摕到一只 Hello Kitty 的布偶仔，引起民众过去烧钱买买。过去这布偶仔即马足有价值，网络配对介绍花价2万块，算算的一只就要1250块银。还阁会记得20年前捌流行全台湾的 Hello Kitty 翁仔吗？只要一开卖，拢会造成大排队。素食店的业者一个1999年限量来杀出买套餐加介绍，就会当炸走 Kitty 的翁仔，有各种的形体，引起真侪人来收集。当时上少卖出1200万只，但是即马这的翁仔面身价是翻几落倍。一个拍卖网络顶，真侪人抛出来卖，介绍对几百块到几千块拢有。原本买套餐加69块，就会当得到的 Hello Kitty， 即马伫咧网络顶介绍标价配对来卖2万块，算算的一只就要1250块。阁有即款火影忍者的千金顶，也有网友讲这是素食店真经典的佚佗面，也有人点出各种翁仔面实际相片来声讨论。原本随着买餐点来送的佚佗面啊，即马一个转手就花甲上1000。好，谢谢。还有啦，这边，那么多。讲到经典的，当然还有这 Hello Kitty 的 Kitty， 是2005年超商杀出的小礼物，只要消费77块就会送一个。除了有31款的普通版，还有3款的特别版，捌创下送出超过5000万的纪录，会当讲是超商这点的开创者。即马网络顶完整一套会当卖到300-400块，业者杀出各种的活动来请人客。如今这的商品随着年代有来增加价值，卖的毋那是绝版，更加是满满的纪念。记者综合报道。拜五就是中秋，各地出名饼店拢是排队排甲热长，来看到业者会当讲是生意好忙好，也毋过嘛有人讲做较流汗，无一定是会趁甲饱饱，变做半壁吊肉、鸟跋死，看有食无变收尸。因为最近物价起一个伤过济，像讲真济原物料，咸仔2个部分，为旧年一粒4块半起到即马一粒上介贵，差不多是7块银，起上介济也阁有捌搭，为4500起到7000外块。因为惊起价，人客都毋来。消保处调查，大部分的月饼业者也是毋敢起价。这个都可以装，你要装哪一个？手提鸭仔想要食倒一种口味，家己拣。这个半自助式的，安尼互礼盒通扣配卡搁较多元。新北市永和这间出名的饼店，透早人都安尼排甲叉。所以现在赶快过来一下，不然等下就排得很长哦。也若台北这间100年的饼店搁较罕，规个顶仔卡人是排甲长老。还佫出动保全工作人员来引导这个排队。这边请哦，谢谢。加开柜台来消化人潮，伫咧8月半进前，逐工拢提早1点钟营业。虽然讲生意好，不过赚的无一定比逐永年较济。因为业者讲，最近原物价这个介绍实在是起了伤过头雄。原物料是近年来都一直在涨嘛，那我们就是能够吸收的就尽量自己吸收，这样子想说过节啊，让大家开心一点。来看月饼的原物料，这几年起的情形，店2人对旧年一粒4块半起到即马一粒是7块，啊若起上济是马达，一桶25公斤的，去年是4500块，也若这2年阁起到要挖7000外块。不过业者惊讲，若是起价会甲这个主顾客甲惊到，所以大部分的业者也是家己甲暗测起来。不过消保处调查，市面差不多还阁有1成9的这个月饼有起价，介绍上悬起到1成6。伫咧中秋过节顺应来送礼，口味品牌甲介绍要安怎来准则，这就要看消费者的选择咯。记者综合报道。
插播上新的车祸消息，来关心台南马道台84线往玉井的方向，半暝发生一件车祸意外，一架载雷蒙的货车，一个无注意规台车煞并车，结果雷蒙也甲满死。上新的情形，连续记者孙慧关来传来了解，慧关。现在直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道路上全部洒满了柠檬，而这地点就在台南麻豆台84线往玉井方向15.2公里处。在8号深夜的时候呢，有一部货车因为爆胎翻车了，因此车上满载的柠檬全部洒了出来。我们先来看看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洒落的柠檬几乎是占据了整个路肩以及外侧的车道，因此呢，全线都进行封闭。还好没有人受伤，而警方呢也下场去帮忙扫柠檬。这起事件呢就发生在8号深夜的10点50分，一名苏姓驾驶呢，他是开着自小货车载了80箱的柠檬，结果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不幸翻车了。不过还好他人没大碍。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换者心情要带大规台湾来行透透，要来看到有人认为这款的情形是妈祖现象。一年一届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今年是宜兰举办，车夜开幕。雄雄一个好天出大日头，伫咧头城乌石港，有一款真特别的云，金光闪闪，随气千条。有人认为讲是妈祖现象，若气象局是说明讲，因为这是英联风台外围环流影响，顶站也有下站的气流过拖出来，小假才会出现到这款真罕你看的光云。手上整个都是啊！我在这边拍啊。民众见天顶的云一直咧赞叹婀娜，甲看天顶有真侪长条形的水影云，搁寥寥安尼弹出去，看到是安尼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很兴奋，因为是我们从南方号出港来，往天空看去，往龟山岛的方向看去，就整片都是放射状的雨。哪会这么拄好咧？伫咧翕的这天，拄好是一年一摆的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就感觉好像有佛光的样子。信众讲，这落一撮一撮的云，就亲像河光出现。嘛有人讲，妈祖文化节的时阵，伫咧拄起驾的仪式，头起先是落湿湿啊雨的天气，仪式一个结束，天就规个拢光映起来。这种种的现象，互人去想到讲，敢会是妈祖咧显啥咧？主要是因为受台风影响，支撑旋转的一个气旋，然后底层呢是风是从外面复合，就是辐散性的往内这样子过来。我们在宜兰的地方，我这样看过来，然后是散过来，我们就看到了一条一条。原来这是受到零零风台以外围环流的影响，顶下站的气流弄散去，尾仔才个相夹起来。才会来成做这落光云，不过奇妙的，还有伫咧宜兰打起的五峰基水墙，进前去互民众翕到讲，有那亲像妈祖的影子，伫咧水墙内底安尼麻尾啊见现，这两件新色带，嘛互一年一摆的妈祖节，添添真侪趣味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话题，我世界大代志来关心进前妈祖拿眼泪，互人看伫咧国际媒体。最近有外国网友分享美国版的拿眼泪，这是咧佛罗里达州大西洋的海基亚、印第安河的内海啊，最有发光的浮游生物的发蓝光。当年6月到10月拿眼泪的季节，在地北船活动都特别闹热。还有这个透清的竹叶啊船，机桥的蓝光爬对下边过。就敢若亲像去拄撞到蓝色的火海。进前，台湾妈祖拿眼泪才来进国际的媒体。最近，阁有这个国外的网友来分享美国佛州版的拿眼泪。若是有物件甲水面甲拉叮当，去吸到发光的浮游生物，安尼伊体内的化学反应就会发出蓝色光。这是佛州大西洋花园的印第安河石湖。当年的6月到10月是拿眼泪的季节，嘛，互当地这个竹叶船业者加一个趁钱的活水。So the bioluminescence that we see out there is all a mechanical reaction, meaning you have to touch it to be able to see it. 除了这个船皮，也是讲伸手甲水拉叮当的时阵，就会当来欣赏到蓝光。这个印第安河石湖，确实是北半球上有生物杂草性的这个河口，才有4300多种的这个动植物。若有活物伫咧水内咧游的时阵，安尼就会互游客另外一种的惊喜。You may see dolphins, manatees, and even a jumping fish known as mullet. And they go all over the area and they all interact with the bioluminescence, and it's a very majestic thing to see. So beautiful, man.
搁落南来到波多黎各，遮搁有讲是全球发光浮游生物十指度上悬的网仔湾。3, 2, 1。南港酷势激出游客的创意，想出新步数来耍，这落大自然特殊的水，来创作出关人气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拄则咱看到南眼泪，煞要来看到是南海青，这是海底生物真神秘，会当讲互人看到到地真怪奇。最近就有民众伫咧美国阿拉斯州的海边啊，掠到真侪色彩真青草，也阁有亲像骨骼机的游戏手的生物。民众翕到这个影片了后，抛上网络，希望讲会当有人知影讲伊到底是啥物款的来历。就有专家出来解答，原来这只柑仔型的生物是叫做南海青。看起来真心酸乌，规身躯拢感觉色的，伊的手阁一直咧震动，看到互人起价不皮。改变过来才发现，这个手拢是为中央向外靠生出来的。专家讲，这个生物叫做南海青。Basket stars are fancy brittle stars belonging to the Urialida order. 万抓尾阿母各做分类，有220个属，其中1/3拢是这种南海青。伫网络顶会当找到各种的南海青，因上少会有5支主要的手，逐支拢会搁生细支的手出来，比普通的海青更较水，上大会当生到70公分。These legs can be broken off to help in a hasty getaway from a predator. 海洋生物专家讲，南海青是棘皮动物，普通生活伫深海接近海底的所在，罕的伫水面附近活动。这只南海青会互人掠到是足罕见的。And live at depths of just a few feet to well over 4,000 feet. 南海青影片铺起咧网络，无一个月时间就互人看过130万解。网友讲，未输哪看到外星人，也是海底意大利面怪物。阁有人真关心这只南海青尾会安怎？铺影片的网友讲，伊真有保育的观念。影片翕完就甲南海青放登去海底啊！记者综合报道。业界人生业界消息，要来看到千担万担真无简单，等到国宝级的歌戏天王杨丽花上新的作品《忠孝节义》，这个月24日要上场，为了要感谢买将，为明仔载起拜到拜五暗时8点，咱台视先播出过去杨丽花歌戏上届出桥的舞台剧，予买将来笑脸。忠孝节义团队嘛来到各大商圈市啊来落街拜扫宣传，执行制作人陈阿兰搬路布，新骑白马，互人看到伊的气势，也有办头。退卡上马，卡手真溜俩。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执行制作人陈阿兰变做吕布，骑白马，气势真有办头。这一套服装呢是杨阿姨在1991年吕布穿着的，然后接下来呢，在1997年呢，她也让我登上国家殿堂，也是国家剧院演相同的角色，所以这套衣服我也穿过。那这可以说是宝了。买将伫咧现场支持赞声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团队车八闹热来到台北市西门町宣传。新历9月24，《忠孝节义》正式播出之前，为了要感谢买将，自心搁再定制作试出过去捌伫咧国家戏剧院上场的舞台剧，有吕布倚条绳、双手陆文良，也有牛三伯倚祝英台，担心救主。为新历9月70日拜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频道先播出。执行制作人陈阿兰特别来到台北自由宫祈求妈祖斗保庇，收视开红盘。我们忠孝节义要推出，我相信妈祖应该会知道我们是想要传递忠孝节义的正能量。感谢杨阿姨这个这么大的制作，甲阮这所有学员听秀，我都要领敬老津贴的人，还叫我坐吉普车，很好玩。我已经很久没有戏剧已经可以像这样子有这么大的宣传。来到街路和买将小酒门，演员大家拢真有气力，期待歌戏作品会当让观众感受到忠孝节义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特别闹热，歌戏国宝杨丽花为了要宣传台视新戏《忠孝节义》，特别办一个人人拢是杨丽花的活动，邀请酒吧的卖将大家西装打扮做煞心人杨丽花，穿过去国宝杨丽花穿过衫上台表演。其中咱看到上细汉的今年才5岁，若上届自深的是68岁阿嬷，上届远的为马里岛飞来到台湾。头叫师啊，陈阿兰伊嘛讲到江湖一点决，若是要亲像国宝杨丽花，目睭就爱记晓看电线。
穿国宝杨丽花捌穿过高中衫，加上真有中气的唱法，互人叫是国宝杨丽花来到现场啊。原来这是歌戏国宝杨丽花为着宣传大师的新戏，中校这二班呢，大家拢是杨丽花的活动。我心骑白马走三关。国宝杨丽花为着互正百的戏迷体验歌戏，提供过去捌穿过、治过正百领的高中衫甲帽啊，后来比赛的人会当穿歌戏的衫变做杨丽花。啊，参加比赛选手嘛功夫真顶，若比唱歌，搁要比看相，伫台顶上知。我看我手艺会。正摆的选手为5岁到68岁拢有，其中还有一个华侨为了完成伊的心愿，专工为马里岛飞来台湾。你的轻声细语，永永远远陪伴在阮的身边。伊的目睭会放电，所以上台的时候呢，一定要自我催眠，就是你就是杨丽花。想要甲杨丽花学甲真够格，但阿兰讲，得掌握目睭甲目眉这两个重点。这届未将变做杨丽花的经验，那互人永远拢袂放袂记的，嘛希望互歌戏会当一直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又近一个健康的话题，要来关心，有的人发现纹若是一边悬、一边低、一边深、一边浅，都要特别注意，有可能是脑中风。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跟发现是我追车人好像同一个人。你上次说的那个钱，银行说暂时不能动。究竟现金8000万又要怎么躲得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腾升银行什么时候才会做一个说明呢？立刻找到一个可以转移话题的焦点。小江大一个，大一笔一定会来耶！不是海南机关枪吧？我刚刚接收到一个爆料，你们要赶快弄下去追一下。有没有啊？赶快拍，赶快拍！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好。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这字，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毒”。这个“毒”的意思就是拿刀来斩切的意思。因为爱出来，一般咱拢是讲毒吧。若是菜，咱会讲切来切菜。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毒吧，咱会当讲是毒鸡吧、毒鸭吧。第二个词就是一句俗谚语：破茶含点毒，也就是破茶的时含下骹的点嘛做伙破开。这句话本来意思是咧讲了白啊。通报消息，和提供消息的人嘛做伙压出来。落尾嘛会当讲一个人忘恩背义、过桥拆帮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大家叫新妇毒吧，新妇普通时较无咧做厝内工课，常常破茶含点毒，含大家看到嘛爱笑。今仔日小解这字字毒，提供互大家参考。讲台语，唠台语，台语当着时，继续要来看到，这是国小1年仔囡仔因的台语练习题，和老母嘛互伊考倒。真侪时段，咧人面册铺囡仔的功课，来看到其中这老母，伊是讲到囡仔功课，回去了后，叫囡仔就爱讲台语，也搁叫时段一定爱签名。也毋过老母看到这句雄雄线三无掌，讲实在是看拢无。落尾伫咧网络来请教大家，大家共款嘛是满天钻金条，要三无半条。这句台语到底什么意思？原来这就是要叫大家讲，大家做伙来讲台语。也就是讲叫大家做伙来洗嘴的意思。但是听咱台视台语新闻，都一定看有。学生囡仔早联络簿仔转去厝的，宿题指定讲爱做母语练习，请家长来签名核实。不过这个妈妈一个看，大家做伙来洗嘴，这个台语用字到底是要安怎念呢？我到底是要照书面上的来翻译，还是要照我们平常讲的来讲解？蛮困扰的。这个妈妈直接伫联络簿仔顶悬就写讲，我嘛袂晓念，即请老师来看教。咱即马个实际来问其他的家长，看因会晓念袂？大家做伙来洗会，就也不知道怎么念这样子。然后
可是他那个会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有时候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字体的变化。一般人会晓讲台语，不过一个看到台语的汉字煞看无，这个正确的读音，咱请台语老师来解答。大家做伙来洗嘴。台语大家就是讲大家，洗嘴是刷牙。台语老师表示讲，台语的汉字袂当用国语的思考来解读，每一字拢有特定的台语读音。再来看联络簿顶悬其他的例句。就问教务处伫倒位？台语是咱生活中的一个语言，咱若讲惯势，你看到这台语汉字，你加看几遍啊，你就会当了解。不过，若是真正无法度，袂晓念就是袂晓念，会当叫囡仔去学校请教老师，才搁转来教大人。安尼教甲学相饭天，嘛会当甲亲子关系甲斗打甲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健康的话题，要来关心热天真侪人爱啉汽水，或者是啉一寡凉的来止喙焦。不离个咱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的研究机关，最近研究发觉讲，一天若是啉超过2杯2.5毫升有糖的这凉的，死亡率比一般人较悬8%。若是大糖的饮料，可能更较惊人。逐天啉超过2杯，死亡率比一般人悬差不多26%。漚翕的热天，免不了啉一粒汽水咧来消热解渴。不过爱细致哦，这类饮料若是啉伤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研究显示讲，安尼有可能会让你的死亡率大大来提升。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或者甚至一些癌症的复发，这些通通都有可能跟含糖饮料是有相关性的，甚至长期饮用的时候还会造成一些失智的风险。研究统计10个欧洲国家，超过45万人，平均的年岁是50岁，无癌症，嘛无心血管病症的人来测试。甲追踪9年了后，发现讲，一天若是啉2杯，还是2杯以上250cc 这类加糖饮料的人，伊的死亡率比一天啉1杯以下的会悬出8%。若讲迄落大糖饮料，佫较无健康。逐天若是啉2杯，还是2杯以上，安尼死亡率就会比啉1杯加悬出26%。我今天吃了代糖，我其他的甜度我还是要吃那么甜，那所以相较之下，我可能就会变得比较胖。那当我变胖的时候，我其他慢性疾病的罹患率也会相对增加，所以我的死亡率并没有相对减少。营养师嘛提醒讲，大糖饮料虽然讲标榜热量较低，不过若是过量低着爱食甜点，安尼就真好去改。安尼对健康的负担颠倒较大。另外，就算讲迄落纯果汁，伊加糖的量嘛是真悬，所以伫啉的时阵嘛袂当因为纯果汁就无准则。咱人一天糖类的摄取量袂当超过所需要卡路里的10%，安尼咱的身体才袂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这个医生真细腻救人一命。中国大陆一个65岁妇人人，互医生发觉讲，伊的法令纹也就是喙皮桡痕两边无相共，正边的较浅。经过检查，才知讲原来是倒边脑中风。咱台湾的医生嘛讲到，面的神经麻痹、脑中风，也有这个较严重的人，法令纹可能一边悬一边低，有的是无去，若是轻的是骹手无力，若严重的是性命危险，袂当无注意。头担担吐喙齿，含面的了痕嘛爱检查甲真斟酌。中国有一个65岁欧巴桑，因为腰子结石去病院复诊，结果互医生发现，伊鼻仔两边的了痕无啥相对，正边的比较较浅，进一步做短暂扫描，结果发现欧巴桑倒病脑中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了后才恢复。影响到刚好管道颜面运动的那个区块，就是那个地方有缺血或是有受损。单一个纹路不见，其实有时候就可能只是周边神经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同一侧这个力量都减少的话，那当然就要高度怀疑是中风。过来医生讲，鼻仔两边的了痕会无啥相对，也是无去，有可能是因为受到病毒感染，造成面的神经麻痹。这个时阵病人会喙歪、目睭斜，不过其他的数据拢真正常。另外嘛，可能是因为脑血筋、脑循环无正常，引起脑中风，造成大脑运动皮质区受到损害。这个时阵面的了痕嘛会无相对，也是无去。另外，佫会有骹手无力的症头，若是脑干中风，嘛同款是互鼻仔两边的了痕会改变的原因。这个时阵因为动眼神经受到损害，目睭的活动会出问题，病人会真歹吞物件，喘气、心跳嘛受到影响，较严重的佫会有性命的危险。对称的法令纹突然有一边不见，或者是抬头纹有一边突然变得比较少，轻微的中风可能被人家忽略，它可能是一个警讯。那原则上可能下一次中风可能会更严重。
若是发现面的了，分两边无相对，一边骹手无力，或者是讲话讲袂清楚，就要赶紧去病院，互医生看是毋是脑中风的急症，避免变甲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个跟发现是我追车的人好像同一个。你上次说的那个钱，银行说暂时不能动。究竟现金8000万又要怎么躲得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腾盛银行什么时候才会做一个说明呢？立刻找到一个可以转移话题的焦点。小江大一个，大鱼一定会来耶！不是海南机关枪吧？我刚刚接收到一个爆料，你们要赶快弄下去追一下。有没有啊？赶快拍，赶快拍！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淑静怎么会在那里哭？难道是林国良？最美丽的新娘。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伫台北市就会当食到家人的海产。台北永乐市场有一间海产饭的专卖店，店面敢若一间仔囝，也毋过生意有够好。这个食材拢是逐工为家人坎仔顶直接送来，有的是特选的海产饭，嘛有这个天菜虾、龟粒的干贝，也有青的沙西米、花枝，也有三文鱼卵，用料会当讲是真澎湃。头家拢是经逐工掠到的鱼仔，上介鲜、上介油的部位。来煞别位食无的海产饭，生意做较袂得去。中昼还未到台北永乐市仔内底，这个单就已经坐甲满。伫个无四平的空间内底，头家骹手真美，无用咧处理食材，木耳切沙西米，木耳烘三文鱼。今日要食冻饭无？要食啥？那个隐藏馆的。逐工限量15份的特别版的菜肉饭，是老主顾一定会点的料理。想碗来佮食袂到，会合作特别版，就是为了要互人感觉意外。人客大概来拢会当食到无同的食材。为什么会隐藏版？就是没有照片。好，那每天买的食材不一样。好，那大部分的食材就以当天当季，好最新鲜的来做成这碗隐藏版。特别版的菜肉饭料真澎湃，顶会铺各种的海产，互人看袂到下开饭。有油金肉质真嫩的三文鱼，色水较红、口感真油的乌昂肠，佮有红皮刀、鲍鱼、卤蚵仔等，拢总8、9种的海产。这些全部拢是逐工为家人坎仔顶渔港直接送来的上鲜的海产。我觉得吃起来蛮新鲜的，对啊，甜味还蛮够的。Very good. Look like in Japan. In Japan, 海鲜丼。一样的。Very nice. 60多年厝的蔡某人，人拢叫伊阿林西。高中毕业了后，就入来餐饮业，捌伫5星级的饭店做过副头店。国中毕业之后，就因为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啊，刚好有一个亲戚就是做日本料理的，那刚毕业就被那个亲戚带去学徒啊，那也就这样一做就做到现在快30年了。就安尼，伫餐饮界做要30年，日本师傅对食材要求、甲做料理的严格态度，拢对伊有真大的影响。像你东西做不好，他真的就把它丢掉了，对，丢1次、2次、3次，还是在丢，对，他就是不怕东西，就对，就是要求你一定要把东西做好而已，成本都没关系。虽讲是菜市仔内底单位，不过蔡某林甲因某也是甲当作餐厅认真咧做。食材爱青永远是上重要的，就是要互人客食到食材上原本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
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跟发现是我追车的人好像同一个人。你上次说的那个钱，银行说暂时不能动。究竟现金8000万又要怎么躲得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腾盛银行什么时候才会做一个说明呢？立刻找到一个可以转移话题的焦点。小江大一个，大鱼一定会来耶！不是海南机关枪吧？我刚刚接收到一个爆料，你们要赶快弄下去追一下。有没有啊？赶快拍，赶快拍！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淑静怎么会在那里哭？难道是林国良？最美丽的新娘杨晴还有杨爸爸进场啦！请杨爸爸把杨晶的手交给志强。今晚9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感谢惊喜倒立机冠名播出。大王，你看，一个中秋的是一个路，月光暝，伊个月光的露水，扬在天。请你来看杨丽花的歌艺，用后切义哦，引擎的团圆，古今来敬团圆啦。限时内需将所有人戴的头纱吹到头上。啊，这个太下流了！好可怜哦！是穿不进啊，那个，太故意了吧？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有时候爱情越平凡越珍贵，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都是智者；可是，在自己的故事里，往往只是卤蛇。如果爱情留不住，至少也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9月16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计程车司机之间有流传载到新闻里面说的外国车手安德烈
应该在高雄没错。挂号生总经理，我是 Eric Look。我在特助 Linda 的电脑里发现 ，Linda 还 backup 了你所有的邮件，并向客户收取回扣。怎么解释？我靠我的能力保护我自己，到最后，你还是斗不过你叔叔的。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跟发现是我追车人好像同一个人。你上次说的那个钱，银行说暂时不能动。究竟现金8000万又要怎么躲得过机场的安全检查？腾升银行什么时候才会做一个说明呢？立刻找到一个可以转移话题的焦点。小江答应了，他答应你一定会来耶。不是海南机关枪吧？我刚刚接收到一个爆弹，你们要赶快弄下去追一下。有没有啊？赶快拍，赶快拍！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淑静怎么会在那里哭？难道是林国良？最美丽的新娘杨行还有杨爸爸进场啦！请杨爸爸把杨晶的手交给志强。今晚9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感谢惊喜倒立机冠名播出。大王，你看，一个中秋的时节咯，月光啊暝，伊个月光的露水，扬在天。请恁来看杨丽花的歌戏，用好节义哦，迎庆的团圆，我今来庆团圆啦。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带大家感受这个紧张刺激的气氛。这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波利斯办一个纳斯卡的赛车比赛，大家比速度来去亲像一阵云，也搁有这个车亲像是卡达风火轮。好在场的观众大家拢看甲唱冷歌，替因足紧张，也毋过嘛愈看愈爱看。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有时候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但是是你的吗？一边喜欢，一边发现，也因为喜欢你，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爱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是自己的事。慢慢你就会懂。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这。